廉价高雄嘅起山闹民农两体，本单安顺我哋今日早时重新开放通航嘅起山提建桥，推广单位起山起工所伫草案部嘅起山提建桥改建协调会当中，容某数到牵制单位，高雄市政府官员来做理由，紧急取消了本单安顺外界开放通航。哈那俩草认为800风采风体力2年研究嘅桥，未来未将会伫保留嘅前提下，用7000万元来进行减少桥墩嘅整体改建作业。因为现在单位高雄市政府还前完成旗山体检桥嘅安全评估作业，也每一天喺30号早晨嘅开放通航，推广单位旗山起工所紧急宣布通航取消。前责单位是我们市政府，现在也要等我们市政的正式公文来做一个裁定，说要正式通车，我们来区公所再来做一个执行。现在我们明天30号可能暂时还不通。旗山体检桥因为还存在桥墩贴合影响水流的问题，高雄市政府表示，为了两岸居民的用路权益，在摩擦出体检桥的共识下，将会采取减少桥墩数量，完成桥梁改建的工程。我们现在的规划可能会保留部分的桥墩，我们的减墩就是原来过密的部分，我们会拿掉一些。那拿掉完了以后，保持这一些桥墩大概距离有在35到40公尺之间。那这些桥墩会再做一个安全检测。那如果说已经不够，没有办法耐震的话，我们会再重新去做。高雄市政府表示，桥梁监督作业将會睇今年的9月份來執行，完成以後再進行後續嘅工程嘅設計同發包。也改建體檢橋所需要為7000萬元經費，市政府嘛將會簽署啲書來填數，希望做得喺明年1季以前完成旗山體檢橋嘅改建工程。客家新聞曾分子公布圖。